迪英姐，拜托你，为了女儿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日子还是要过。你就当做你老婆是去当仙女、当天使，你应该开心，让自己尽量赶快振作起来。这是迪英姐要跟你说的话。生离死别的事情是每个人都经不起的。那这几天林姐跟鹏哥会去看一下刘真。会。我们有在就是为他真的是，我们就是一度像我们昨天我们在家里吃饭，两个根本都看着新闻然后报道刘真的事情，其实都笑不出来，都觉得说，我觉得他因为他太完美了，神仙把他带去当仙女，当天使去了。我也只能这样讲，虽然我们真的是很不舍得，因为据我对刘真的了解，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生，然后年纪轻轻的才44岁，然后老天爷就把她带走，可能她就其实当人是辛苦的，然后她如果当神仙去是快乐的，可能老天爷就是要让她过快乐一点的人吧，就把她带走。我们这样想，就不要一直沉浸在悲伤当中。甚至我也要跟欣荣讲，我记得当初他们两个还没有公开说谈恋爱、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刚好去参加国光帮的制作人的一个婚礼。那我那个时候是跟欣荣坐同一桌，那我跟他其实也不熟，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，他突然间就问我说：“迪英姐，你觉得结婚好吗？”我就跟他讲，你只要碰到对的人，结婚有什么不好？像迪英姐就嫁2次啦，同一个人啦。我就这样跟他回答。那我的感觉就是，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跟刘真已经在谈恋爱，他有考虑要结婚这件事情。他觉得问我比较经验嘛，因为我结2次啊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如果真的碰到真爱，当然结婚是好的，因为结婚携手到老，就互相可以有个老伴。像我跟我老公现在就是这样子，但天晓得老天爷会这样捉弄人。其实我们还是开心的送刘真走，让她当美美的仙女去吧。鹏哥方面有没有跟新荣哥讲什么？因为他好像有点走不出来。对啦，其实我遇到他，我一定会跟他讲。我在这边就不方便讲。因为昨天你的学妹历经也是痛苦无比。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啊，对，因为生离死别的事情是每个人都经不起的。那至于我要跟新荣讲什么，我面对他的时候，我自己会跟他讲。我还是希望新荣要走过，因为毕竟女儿还小啦。因为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看新闻的时候，她有一点点想不开之类的。但是新闻，拜托你，迪英姐，拜托你，为了女儿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日子还是要过。你就当做你老婆是去当仙女、当天使，你应该开心，让自己尽量赶快振作起来。这是迪英姐要跟你说的话。